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5篇16节到23节，以斯帖记第7章第7节到第8章的17节，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与罚。上帝是慈爱的主，他给世人的诫命是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、尽性爱上帝，同时呢，也要爱人如己，甚至要懂得爱仇敌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上帝是那种宠爱呀，是溺爱呀，或是说我是完全没有标准的，这不是。我们可以看上帝对所多玛、俄摩拉2个城的居民也是如此。虽然他有同意亚伯拉罕求情赐下慈爱，但是他同时也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世人。以斯帖记第7章第7节到第8章的17节记载了恶人哈曼宰相最后的结局。因为亚哈随鲁王得知哈曼的计谋就是要下令就马上下令把他处死，然后又紧急通知各城的以色列人可以自保，来杀害任何要谋杀他们的人。所以经文这样子说道：王愤怒地站起来，离开酒席到外面花园去。哈曼看出王决心要为这事惩罚他，就留下来求王后以斯帖来饶他的命。当王从花园回到宴会厅时，哈曼正伏在以斯帖躺靠的长椅上求怜悯。王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就大发雷霆，说这个人竟然在王宫里当着我的面非礼王后吗？王一说出这话，太监们立刻蒙住哈曼的脸。其中一个太监叫哈波拿上前说，哈曼还在他家里造了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，要用来吊死救了陛下性命的末底改呢。王就下令把哈曼吊在那上面。于是哈曼被吊在他要吊死末底改的绞刑架上。王的怒气在这才止息。当天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斯帖。以斯帖告诉王，末底改就是他的亲属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末底改获准进到王的面前。王把从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取下来，给了末底改。以斯帖也委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财产。后来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，哭着哀求王，请王制止亚甲人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阴谋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站起来说，我若蒙陛下的恩宠，陛下关心我，觉得我的请求是妥当的，请下一道谕旨，撤销哈曼发出的命令。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发出命令，是要灭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。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同胞被灭绝呢？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亲属被杀害呢？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太人末底改说，就这么办吧，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的阴谋，
我已经吊死了他，又把他的财产给了以斯帖。但是用王的名义发出的通告，上面有王的印，是不能撤销的。不过我准你们按照你们的意思发通告给犹太人，你们可以用我的名义发出，并且盖上王印。于是在3月，就是西湾月的23号，末底改召来王的书记，要他发出通告给犹太人以及从印度到古时共127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。这通告是用各省的方言犹太人的语文写的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盖上王印，颁布这份通告，并且命令送信的人骑上皇家最快速的马去传递。这通告说，王准许各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自卫，无论受到哪一省哪一国的武力攻击，他们都可以反击、杀戮、灭绝那些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可以灭绝，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。这通告适用于全国各省，在12月，也就是亚达月的13日，原定杀害犹太人的那一天生效。这通告要像颁布法律一样公布出去，使各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样犹太人可以准备好在那天向他们的敌人报仇。于是送信的人奉王的命令，骑上王家的快马，奔驰传递通告。这通告也在首都书珊公布了。末底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披上紫色麻纱的披肩，带着金色的冠冕离开了王宫。书珊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快乐的欢呼。对犹太人来说，这真是欢喜快乐、欣慰快乐的光荣的事。王的通告传到各省各城，犹太人读到了，就充满欢喜快乐，欢宴放假来庆祝。许多当地的人因为怕犹太人，就入了犹太籍。就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那一位犯奸淫的妇女一样，他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但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罪的当中才有赦免之恩，才能够显现上帝的慈爱。因此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这样才有恩典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这样告诫门徒，他说，你们有听过这样的教训，说要爱你的朋友，恨你的仇敌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且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，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。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，同样也照坏人，降雨给行善的，也给作恶的。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？就连睡棍也这样做。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就连异教徒也这样做。你们要完全，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是的，上帝的日光照好人，同时也照罪人。但是光的目的却是要让人离开黑暗的。那只有愿意接受光的人，才能够脱离黑暗，得到救恩。诗篇55篇16节到23节。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。无论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我要向他悲欢申诉，他一定会垂听，
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的归来。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的。挫败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肯改变，不敬畏上帝。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，心里却充满仇恨。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润，其实正像一把粗巧的利剑。把重担卸给上主，他一定扶持你，他绝不会让义人失败。但上帝啊，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，你要使骗子夭折。至于我，我要一心信靠你。恳求慈爱的主赐下慈爱与怜悯的救恩，就如同你也赐下救恩给这人一样，使我们能够因为顺服活出信仰的生命而蒙恩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